闽南语练习曲一声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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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天心，你知影无？有当时啊，我就希望文昌会当转来找我，会来怨叹我，会来怪我，怪我乃无好好照顾迄两个囡仔。我无资格做人的老母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你毋是罪人，你毋是罪人。我甲你讲过万百遍啦，世界变故，也毋是你所伫的，也毋是你爱的。你莫别安尼折磨你家己啦。我无好好做世界的媳妇，我嘛无好好做囡仔的老母。做人的无惊，我当然有罪，我当然有罪啊！哎呀，秀萍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莫安尼好无？但我照顾你10多年，别人伫脚只安尼叽叽嘟嘟，我敢有讲安怎？还阁这10多年来，咱毋是安尼不嫌真打拼咧找迄两个囡仔，毋茫讲找到迄个恩爱，会当好好甲他照顾。还阁你伫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文昌的骄傲。咱两个遮久的中间，咱敢捌做对不起文昌的代志？也若我咧，我照顾你10多年，互人讲甲遐歹听，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知影我对不起你。我不爱你甲回事的，杨伟秀萍，我真正真唔甘，我唔甘看你安尼继续拖磨落去。我就抓，哪会当用我这条命换到转来迄两个囡仔？哪会当用我这条命换到转你的幸福快乐，甚至文昌的生命？你即马叫我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真正心甘情愿。你甲我讲，即马到底你爱我安怎做？你心肝头的痛苦才放会落？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好无？
阿爸，我替你报仇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玉清，你一定要等阿爸。阿爸若是赚到钱，才有法度继续去找你。你一定要等阿爸。昨晚蓝妈规身躯湿糊糊啦，感冒啊吼！你敢知影昨后吼，足侪朋友安尼当关心你啦。尤其迄吼个性怪怪迄个啦，阿母叫伊倒转来，安怎都唔肯啦。就等到你困的时阵吼，才甲门倒转来啦。早有较好无？是阿母带你看医生。阿无，唔免啦。即嘛几点了？9点啊啦。9点啊！我上班袂赴啊！哎呀，真啊！你病安尼，你搁要去？阿母啊，我食人头路的，一点仔感冒都无去，免来用的啦。阿母唔准。你本来做这看护吼，阿母就唔肯啊。你想看觅，等你即马破病安尼，你搁爱去照顾病人，万一你来去传互别人，是要安怎？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家己会处理。袂用的。因家订了偌济，你甲阿母讲，阿母敲电话去甲伊请假。阿母啊，你著莫管我，互我去好无？哟真啊！你若这样唔听话哈，就请倒去哦，阿母安尼烦到要倒的，即马连你也要我烦。阿母啊，迄无论如何我嘛着爱去，就算我是请假嘛，着爱我家己去请啊。哟真啊！我毋知你心肝内是安怎想的，因一个月是偌济钱互你啊？你连阿母的话你都无要听。好啦。要去做你去啦，非是你大汉，我也无法度管你啦。就算是这间旅社啦，到尾啊，永远是我家己一人花啦。这盆玫瑰花是谁种的？你知影？我唔知影。昨暝我规手间拢是玫瑰花，我会记你来上班的头一天，我就甲你警告起来，讲头家娘上无爱玫瑰花，谁咱厝内面阁出来玫瑰花？昨暝下班我就转去啊，谁咱厝内有玫瑰花，我唔知影。花你要摕倒？摕单掉。要单掉嘛，要单出去外口。你摕入来要创啊？小等，你若陪恁头家娘去庙拜拜，求一下平安的。伊啥要去庙拜拜，要求什么平安？
你去互玫瑰花惊着，要去求一个心安的。心安。入来。你来啊！头家娘，头家讲你要去拜拜，爱我陪你去，等什么时阵出发？昨暗你离开了后，你去倒位？下班了后，我就直接转去。你敢真正转去？你无搁倒转来？头家娘，我无了解你的意思。昨暗规间厝拢是玫瑰花，你敢知影是谁放的？我唔知影。你真正唔知影？头家娘，你是在怀疑我？我头一天来上班，头家就甲我讲，你真无爱花，尤其是玫瑰花。我哪有可能安尼做呢？你为什么遐尼惊玫瑰花？因为玫瑰花是我甲我的查某囝的秘密，厝内底无缘无故出现遐尼侪玫瑰花，一定是知影这个秘密的人放的。什么秘密？你是毋是做对不起恁查某囝的代志？感觉对伊有亏欠，才遐尼惊玫瑰花？我是对我的查某囝有亏欠，我无好好啊照顾伊，甚至我嘛唔知伊即马伫倒，就算讲伊即马徛伫我的面头前，我嘛唔知影我敢会认的。我的海角天，生命付出心心意命。玉晶，有菩萨在甲恁保庇，恁即摆一直真平安，对无？恁到底伫倒位？阿母足思念恁的，恁知影无？阿母已经老啊，阿母足惊的哦。你伫活这个世间的时阵，袂当看到你，玉清，玉清，阿母逐工拢有求菩萨保庇，保庇会当互咱母仔囝早一日团圆。也毋过恁爱答应我，就算讲阿母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嘛爱好好啊照顾家己，知影无？
李冠，你哪在哭？无啊，我哪有咧哭？你拄才你甲送讲话，你讲我分开10几年的囡仔，我唔知影因过了好无，所以我替因2个点一个光明顶，希望菩萨会当甲因保庇。你为什么会甲因分开？你哪唔讲话？是你唔敢讲，还是你已经袂记？闭关，是安怎？我会感觉你对我讲的话，拢是咧甲我刺激。我敢有安尼做？自从你来阮家了后，你对我的态度有当时啊真好，好亲像是我的情人，也毋过有当时啊，袂输是我的冤仇人共款。闭关，你是毋是有啥物秘密？或者是你有啥物话想要甲我讲？我的个性就是安尼，互我看袂顺眼的代志，我就会直接讲。我有做啥物代志，互你袂顺眼？假使我今仔也是做人的老母，我的囡仔甲我分开，毋管发生任何的代志，遇到啥物困难，我一定想办法甲伊找回来。就算讲去互大家赶出去，去互红菜放菜，我嘛一定袂甲伊分开。更加袂得庙安一个光明顶，只是欺骗家己，要互家己心安，将所有责任拢撒互菩萨。我相信，菩萨若是有灵舍，伊绝对袂保庇这款的老母。闭关，假使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敢会怨恨我这款的老母？会。所以你唔才会看我袂顺眼。无对，有钱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的面色唔对，你唔是闭关，你叫持有金对无？对无？小我啦，天生，哈你来啊！来遐坐啦，我拍电话你听啊。来，坐啊，坐坐。哎哟，今日是什么日子啊？哈，天要落红雨啊，是无？但我平常时吼，甲你千请万请安尼，你拢不爱睬我。啊，今日家己来哦，搁早回来看我。我实在有够欢喜的啦！好啊啦，你莫搁甲我口水，我今仔来是要甲你问一个清楚，你是安怎去迄间秀萍啊？秀萍，你讲迄个狐狸精，吼，当你嘛较拜托的，伊莫甲我迄间，我就真头笑啊啦！当你对伊遐尔好，我偌尔惊呢？啊，你互住遐尔大间的厝，我惊到要死的。什么我你甲迄间，我无你食饱伤闲啦。你莫垫青啊啦！但是10多年来，你3晚2晚就走去搞乱，毋是你也无是啥物人。你是安那无代无志，摕玫瑰花甲金锁片，假鬼走去惊秀萍啊！你敢毋知秀萍今晚规身人安皮皮大，3魂7魄安用的无去啊！你安尼做对你敢真正有好处哈？我假鬼摕玫瑰花、金锁片去遐迄间，我钱伤济是无？玫瑰花我若买，我袂晓囥咧厝的看水；金锁片我家己袂晓留起来用，哈！我摕去迄间伊，笑的。我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恶鬼，也毋过歹人是满满是啊！无论有风波做起的心志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。我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恶鬼，也毋过歹人是满满是啊！我就是迄个歹人对无？我知咧啦。在恁心目中吼，我无甲上好啦。对啦，就是我去遐迄间呀，因为我讨厌伊怨恨伊啦，安怎？我也无是安怎，
我敢想要甲你拜托一下，这10多年来，互你乱活啊乱有够啊！我咱唔通安尼啦，做人唔通遐切格，你活啊做人老母的人，你做代志遐切格会去牵拖着你家己后生至重的前途，由你拖累着啦。我后生有前途无前途，唔拿我甲这些人的关系啦，因为有一个无负责任的老爸啦，你莫甲这老送来我遮啦。好啦，为即嘛开始，我家己后生的代志，我负责较够。引来你的代志，我绝对袂阁介入。忍日期收养，爱做甲脑道发紫零色下，话道蹲边零停下，裤道黄连零折下，通道心条零退下。敬请明仔载暗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但是一成言。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走。